早起大地震也造成新北市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之间的铁基路脱开，目前这段已经暂停运作。若检查了后，环状线的邦桥站到产业园区站开始运行。另外，要接送的公车会对产业园区站到大坪林站每一个捷运站拢会停。不过，这高架铁基路规个线位，专家就咧分析讲，未来要修复，就要用高空吊挂，是增加困难度。到时阵，这个修复时间是真歹去按算的。技术人员是无用得检修扭条，0403大地震是造成新北市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的轨道线位，今安站是出现列车摆尾，环状线嘛随转线停驶。我就是还蛮依赖环状线这样子啊，然后它现在断掉了，那这样我只能骑脚踏车去。就是板桥到新庄之间的一个通车的一个方式，我还可以搭公车。新北捷运公司讲，经过抢修和列车测试了后，下晡5点开始运行邦桥站到产业园区站，以单线双向来运行，班局是16分钟。其他没有受影响，公司会陆续去再做进一步的检修哈。那看起来其他的部分，如果小地方把它调整好，就可以采取分段的部分可以先营运。除了分段来通车，嘛扩大环状线免费接送公车来营运。对新北产业园区站到大坪林站，敢若天国捷运站，平常时尖峰时间10分到15分会有一班车，拄到假日是20分到30分。新北市捷运局嘛强调讲，当地进行防止6度台的装置作业，按算初时早起完成。另外，未来轨道的修复是无时定，一切以安全做上大先。专家分析，因为轨道的高度悬，未来就要空中吊挂难度更较悬。这个区位它的整个高架桥梁的高度其实已经高达8层楼以上的一个高度了，所以相对的施工的一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。因为出现高架轨道线位，专家烦恼讲，若最近有规模较大的地震，都要注意防止轨道落落来。上部结构没有连到桥柱的，比较担心是万一刚好又有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余震会掉下来。不过专家嘛讲，原这双桥拢会有强化内震的设计，即摆地震震度大，加上顶悬下骹这边倒边拢在害，有可能造成线位，详细原因，阁要进一步来检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